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有一个泰国籍的移工，去年的2月骑铁马闯红灯，互一台车弄到，搁互2台车交过，重伤死亡。警方调查结果，第一台车的驾驶有酒精的反应，第3台车的驾驶无驾照，搁涉嫌绕跑。但是苗栗地检署审理了后，3个驾驶拢无起诉。立委开记者会来痛骂，讲这个定数有欠点。法务部已经把这个案件刷予高分检录。伊讲骑脚踏车通过路口，好车弄到，伊一个弄倒在地袂振动，煞来好2台车连续交过，不幸亡生。地点伫台61号线外苗栗天祥街2段的路口，当时伊讲敢若是骑脚踏车弄红灯，好车弄到了，好2台车交过。警方调查，头一台吊水驾驶酒精的浓度0.16，第3台吊水驾驶无驾照，涉嫌吊水逃走。也毋过侦结了3个驾驶拢无起诉，就算申请再议嘛，因为伊讲死亡无代理人来驳回。有酒驾的，有无照驾驶的，通通不起诉。你说荒唐不荒唐？立委林国成认为头一台车驾驶有啉酒，第3台车驾驶无驾照，又涉嫌肇事逃走，拢无起诉，伊质疑听数有问题。数值并未达到刑法第185条之3所定的酒驾每公升0.25毫克的标准。第一台的自小客车，它所造成的伤势就足以快速致命，没有办法认定蔡姓被告主观上是否有对人死伤的认知，因而对蔡姓被告涉犯肇事逃逸罪嫌的部分予以不起诉处分。苗栗地检署解释讲，依照事故的鉴定，第2台车、第3台车行车方向是青灯，当时真暗。判定讲，真暗呢，伫真短时间内发现讲有死者倒伫涂骹，而且事后抽血发现死亡的移工体内有酒精，认为讲这个事故是移工啉酒甲弄红灯。不过法务部强调讲，会将这个案件移交予台中高检署来调查，确认讲这个听事敢有疏信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